新主人就條呢類從冇分法律，所以特些韓國會協會冇奈何少嘅問題係讓政府去到東南提調解。韓國第一報告讓政府上網調過發展綠色產業，勞循環經濟，簽入咗類合作，勞動到每個東西，勞建研發再推出，就經濟價值嘅原料也係產品。從係溫從藝術家出入每個玻璃，就先玻璃沙奶，對煮法種數個。還有科技公司勞研每個電子產品成功列出嚟當選嘅風險，還有業者研發勞非數種類嘅牛圈，再製出再生紙漿塑料嚟到工業原料，勞呢些變風險，圖大家共下來看，幾條形容係做到嘅。人工嘅通俗動機同輸送帶後各種石研磨位嘅玻璃管亞料做好分類。我们先把外面的那个包装去除掉，好让它整个集中在一起，然后再送那个上输送带。我们每一站的一个位置上面，它会分说你要处理绿色的，或者是茶色的，或者是白色的。也特別係新造業一間非玻璃技術工廠，佢哋對清潔水通過回收點收來研磨位嘅玻璃管亞料做初步處理。其實新造業106年嘅玻璃管亞料製品回收量每年就有7491公噸，確定園內整年回收量嘅比例係8.31%。如果現在玻璃有冇平用嘅時，為回收再夠利用，但係為處理就會死體1多成本。过去最主要是回炉，再去做这个水泥、这个玻璃制品，但是尤其是有色的这些玻璃它的去化是相对的更困难，因为很多的这一个再利用的这个方式的回炉的机会又变少了，所以如果说它的玻璃的去化受到阻碍的话，那事实上会对整个回收系统变成是一个断点。玻璃回收公司分類好過後，就會交本玻璃材質公司來處理，出題做出材質片，未為用途檢查好。不過現在也幾行業內，建築業經驗唔好，一到玻璃回收業者就多到動到嘅非玻璃冇辦法處理嘅難題。現在新開發的這種道路或社區比較少，那它使用量就會減少，加上建築業不景氣的話，那新社區你一個社區有的就會做圍牆啦，或者是鋪設這個行人穿等等之類，它使用量就變少。那變少之後就變成我們原來的回收這些量還是這麼大，那它變成會使用不完，就造成很多不知道怎麼去處理它。些冇辦法自主處理，係也幾行業內新造業獨到嘅危機，而且新造業內冇分法律，短期內未冇可能再過去。故所出嚟推廣做經驗分類，縣政府未希望用循環經濟嘅方案來解決呢些嘅問題。現在的這個國際的趨勢跟這一個這個產業的技術那我們是以循環經濟來取代這個過去的焚化爐，那甚至於它的這個物質回收或者是能源的回收會比過去的焚化爐的效率提升非常的多，那也避開了很多的這個二次污染的機會。呢度為確實做到循環經濟，夾到互通業者做各種嘅研發，從係文創藝術家姚太站就用熱無味嘅玻璃管亞料來做新嘅開發。那管嘅吼，阿姨除了再來蓋子，都將它打碎掉，阿姨都拿回呀，搞不了吹。邱先生同無謂嘅玻璃碎片導入到機器鍍烘，搞到油就變做粗幼冇相同嘅玻璃砂。有性嘛？阿姨他抬高，用抬高，安尼抬了尾吼，阿姨都拿來做石頭。牛糞嘅吼，阿姨綿安尼吼，都拿來做泥土。邱太站是為8年嘅時間來研究改變大家對非玻璃嘅影響。
将玻璃做成会吸水、会透气、会保湿、会养菌。那你要做的东西就很多的，因此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回收玻璃的问题。它也是隔音材，也是过滤材，也是种植的泥土，那它的量就会大，因此这个发展空间非常的大。用储有无相同嘅玻璃砂，既可以分出玻璃内、玻璃上头，甚至做出花球同艺术品。我用粉末铸造的观念，让玻璃成为多孔性的材料，它就会吸水的。因此，它可以种植，因为你要分析植物跟泥土的关系，因为泥土给植物是固定，给氧、给水、给空气。你把营养拿掉，我的玻璃土这3样都达得到，因此它可以代替土壤。制作过程每无加添任何嘅填充料也头，故所真正达到永续嘅循环再个利用，安尼必须种类嘅玻璃也头就有多用嘅样貌。在以后的回收，它还是原料，不会增加下一代的成本。我这一代的运用完了以后，交给下一代，他拿来回收再使用，不会增加它的成本，叫做永续的基本概念。新竹系玻璃业嘅重镇，未系半导体电子业重要嘅体验师。故所电子被喜欢，未系新竹县同出现成为传统循环经济嘅其中一部分。依统计上面来看，全球在2016年的电子废弃物当中有4470万吨这么多。那以台湾来讲，大概能回收到的电子废弃物大概是3.7万吨，占了全球的3%的量。所以台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因为台湾这么小，人口这么少的情况下，却占了这么多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更要把这电子垃圾去做妥善回收。天脑主机板、硬贴、数据液，也有大家接受未用到嘅电子产品，本年淘汰复提过后，台湾是由小部分嘅废塑所本来做处理，大部分喺拆过来过后就卖到国外去。中央这边针对于这个4G 一脑这样子的资源回收，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制度上的、实务上的运作，也非常的成功在国际上。但是我们对于里面的这一些这些电子产品，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友善的这一个处理方法？以前传统处理电子垃圾嘅方式并唔环保，加上会用有套嘅方式同电子垃圾空嘅金属拆下来，对环境人体都係傷害。传统的方式，如果处理电子垃圾，不外乎就是用混酸法，把所有的电子产品废五金通通把它溶解掉，然后利用王水或氰化物去取得里面的贵金属。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会产生高毒性、高腐殖性，对人体的健康或环境的危害都是非常破坏非常大的。故所由科技公司研发出环保木头同金属拆下来嘅技术，希望推广自家来处理电子垃圾和沟通微重金属嘅资源流入家乡。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电解锅精的方式是使用一种硫化物，那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大自然界，金跟硫它是很容易共生在整个地球环境的。所以，我们当知道说金跟硫它很容易形成共价键结的时候呢，我们找到它最舒服、最适合的这一个键结物，来去跟金做结合，再通过微量的电，就可以很容易把被镀物上面的黄金把它剥除下来。我们把剥除下来的黄金，再经过纯化、烧结，又可以得到纯金的部分。用数据液嚟做啲嘢，当吨嘅 PCB 板做得用安尼嘅技术，取得大概350克到500克嘅黄金加成一个，故商业者希望台湾好好嚟推广都市扩散嘅概念。当我们剥除下来，从手机或者是家用电脑、硬碟、伺服器回收下来的电子产品当中，其
其实有90%的贵金属都是在 IC 这个晶片里面。我们只要把这个 IC 晶片全部收集下来，把它去里面的贵金属提炼出来，可以做到非常高纯度的5N晶。那这些东西又可以回归用到未来的半导体制程当中，这个就是做到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目的了。对生活当中接送用到嘅玻璃罐，到平常使用到嘅电子产品，也都非希望大帮开发的人类创意有全新嘅用途。因为其实连人风体嘅要求呢，没有在高利用嘅价值。在台湾也是很快就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这样我们也是预期大概是在明年后年的时候，我们长照所产生出的尿布量是大于婴幼儿的这样。那我们这边的话是以台湾的这边为例子，一年大概将近有15亿片，那大概一天大概会有将近400吨的这个量会产生出来，再从长照这边产生出来这样，所以这个量其实是蛮大的这样。一早會發現上機，未係驗證一下而物體嘅要求嚟嘅處理方式，無論係送氣一埋蟲，也係業多焚化爐少，都會對環境造成傷害。尿布因为吸了很多的水分啊，它直接进焚化炉，事实上对于这个焚化炉是有相当的一个风险跟破坏啊。因为水分多又都是塑胶啊。那局部的降温会对于炉壁或者是这个二次污染上的产生会比较负面所以单独的尿布焚化炉是不收的它是塑胶纤维的混合物那其实它埋在土里面，其实它在400到500年它也都不会被分解这样子。另外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它尿布里面中它有一个材料叫做高分子的吸水材料，它其实也是个塑胶微粒就是一粒一粒的那种塑胶微粒。那其实这种塑胶微粒其实它跟那个洗面乳的柔珠一样，但它其实扩散到环境当中，跑到海洋里面中，它就是海洋微粒的问题这样子。嗰數佢也第一開發出尿權嚟嘅分解技術，分解出3種成分。我們分解出來的3個成分，一個就是絨毛纖維的部分，它佔65%，65%到70%之間這樣。那其實這絨毛纖維它是一個長纖維，它其實它在我們有相關的一些紙廠，他們已經有做過一些測試了這樣。那這種的紙，這是我們用尿布裡面真實所造出來的一些紙這樣子。对它这種紙就是破張力很強，所以意思說它就是在工業用紙或者在做紙箱裡面中，它有很好的一個強韌度這樣子。除了分解出羊毛纖維做開發，也有含塗其中嘅高吸水分子同氣液氣嘅成分，創造出其他嘅再生資源。這個高吸水分子呢，其實我們的技術是讓它還原成原來的這種高吸水鹽的一個狀態，這樣它也是可以繼續做一些吸水。分子的使用这样，那其实很多是拿来做寵物店，或是说那种吸水垫料的或工业吸水垫使用这样子。那另外的话，这个 PE、PP 的这个塑胶片的话，则是造粒啦。我们把它这种混合塑胶，我们是把它造成粒这样，最终是把它做成垃圾桶跟或一些椅子之类的。面對尿權嘅技術在高利用嘅防溫，喺工地台灣確實來做，入站按說當年會生產出7.5萬噸嘅再生紙膠，未就係收到86.4萬條嘅數據，總體同循環經濟同環保輕易分析的。我們現在這階段是 NG 尿布，它其實產生出來的 NG 尿布量其實也蠻多的啦。我們會先從 NG 尿布這邊開始先着手處理，這樣。那第二階段的話，我們其實長照其實是現在很重視的一個橘色的商機，這樣子。對，那其實就是我們會從長照裡面中產生的這個事業廢棄物去做一些處理，這樣。一下係用一紮用大紮開發出環保樽，水泥製品也到減少掩埋處理嘅成本。先做縣政府每前內各界設立推辦先做用色生業聯盟，建立起共用色生業之間嘅交流平台，為同綠色變環境嘅兩年發展到全台灣。